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0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台北捷运12月初要办出口音乐节，高雄的跨年活动嘛拢传出，并且顶头要找工作人员的消息是诈骗。劳动部传出员工因为主管霸凌，伫办公室行地路，劳动部长何培山是强调讲，会公布这主管的处分，卖出来出面回实的。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早起要审查选罢法的修正草案，提悬罢免的标准甲人数的难度，引起调查立委的冲突。来看即卖有啥物物件拢会当诈骗，真正爱注意。台北捷运12月初要办出口音乐节，最近所有诈骗集团伫面册社团发布要找人来斗相共的消息。高雄的跨年活动嘛有要印定工作人员的广告拢是诈骗。警方嘛提醒讲，这类的诈骗是要向民众提供银行的口罩来假做诈骗的共犯，千万都唔通相信。台北捷运主办台北出口音乐节12月初7起过，不过最近有南部民众发现，伫咧面册地方社团出现招财广告，讲要找工作人员，一工7点钟领2000。活动办伫台北，这招财地点选伫咧台南的安平国中。打电话去问学校是不是有这个相关的活动，学校是说经过调查，确实就是没有这样子的活动啊。那端午节啊，什么划龙舟啊，应征什么志工啊，还有过年，还有什么就是一些的活动都是配合实施，就是一些诈骗这样子。实际去你面册看，已经有真侪民众留话变做诈骗目标。警方指出，这种诈骗手段主要是用高薪水、高福利来骗人的口罩，将因骗来的钱转入去，佮摕出来，透过你的口罩来洗钱，可能嘛会互你变做是诈骗共犯。诱使民众应征，进而诈骗被害人提供银行账户，借此转移诈骗赃款进行洗钱。呼吁民众应提高警觉。另外，伫高雄嘛查到诈骗集团利用跨年活动的名义咧找工作人员，警察局是直接伫广告下卡留话，提醒民众莫互骗去。近来诈骗是愈来愈猖狂，警政署已经开设一个打诈机标板，公布各县市反诈骗的相关资料，提醒民众千万都要提高警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劳动部员工伫办公室行地路，有人逼讲是受到北分署前署长贾义勇的霸凌。昨劳动部公布调查报告部长何培山今仔嘛去立法院报告，伊嘛表示讲这份报告会来订做。目前上新的状况，部长表示讲伊会先甲贾义勇停职，未甲伊调职咯。前一天，劳动部长何培山亲身上火线说明处分的结果。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北分署职员行地路的事件，牵连到一场霸凌的北分署前分署长贾义勇调离岗顶，不过报告内底一句无着良善，煞互这笔会愈烧愈旺。里面的用语其实都是他们的专业用语，那么因为他们在叙述上必须兼顾平衡，所以请大家谅解。这并不代表这份报告认同所谓的霸凌行为。报告指出，管理方式不是直接造成当人行地路的原因，引发调查立委小连续批评。劳动部长何培山伫立法院维权委员会答询的时承认讲，因为需要找李宇翔沟通，所以透过民进党副秘书长何朴文敲电话，互立委质疑讲是毋是有靠山。官员小听，所以唔敢办。还是你不敢办他？我当然敢办他，你敢办他？当然，我这个礼拜内我就会进行惩处，之后我会移送检调跟监察院，好吗？这案子我们不会放过的。贾义勇休假到本月20日，时到会转来上班。立委也问讲，伊选得来降调的单位。何培山承诺22除了会公布伊要调去倒，也会带贾义勇出面会室里负起该负的责任。恳请委员给我们一点时间。当然，这种时候会有哪个地方愿意要他去呢？所以你22号会公布他要去哪里？是当然，然后带着他出来道歉。何培山强调，处分搁在进行当中，绝对袂推卸责任。不过，必须要先完成法定的行政程序，才会当处理。立委指出讲，劳动部要求民间企业防范霸凌，对内却干那要求长官霸凌需要自主检核。何培山也坦白讲，确实有无周知。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立法院的内政委员会今仔审查选罢法的修正草案，国民党提案要提悬罢免的标准哦。民进党立委透早就抢占主席台，国民党立委是话讲赶紧开会，双方嘛发生冲突。国民党这个调集委员徐欣莹是要求议事人员宣读议事录，开始开会，也毋过后来就先宣布休困。立法院内政委员会28审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的修正草案，哪力党团拢发出假期的动员令。民进党透早4点半就出击攻占主席台，但国民党一入场，双方就开始相嗌。8审的6个修正草案内面，国民党立委柯武珍提案是涉及罢免的条件，主张讲就职无满1年的，未当做罢免的提议含连署。另外，若争夺罢免同意票数必须要超过被罢免人当选的得票数，罢免案才当通过。从选举的时候的投票到罢免的投票，这中间大概至少要经过1年半以上，人跟事都会有很多的变化，基础不同的2个数据摆在一起来做比较，这也是不合理的。在会议内面，轮值调为国民党立委徐欣莹虽然讲坚持宣布开会，但是民进党认为讲是违法宣读，就要双方无人要让宣布休困。徐宇珍的版本前所未有，史上最高最难的罢免门槛。我们也认为这种偷渡的方式应当要来终止。刚刚徐欣莹的主持还不是内政委员会的麦克风，所有程序我们都认为当然是无效的。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在立法院可以好好的开会，好好的来审查预算。麦克风又被抢走，整个没有办法来进行。另外一边，民众党团是开记者会反对提悬限制，但是对罢免人数认为讲应该要附身份证的影本，才袂有人假做。台湾民众党不赞成改动罢免门槛，但法律应该有一致性。联署门槛应该要加严。我们认为现在各自的状况跟治安的状况越来越复杂的情形之下，反而会降低有些人在提出他自己罢免联署上面的一个意愿。内政部长刘世峰强调讲，罢免人数和限制加严，目前是无法度达成共识，只会让政党竞争更加厉害，落尾对社会安定和加强经济发展是无好处。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的调集委员徐欣莹变更今仔日内政委员会议程安排审查选罢法的修正草案，要提悬罢免的规定人数的难度。调查立委嘛伫立法院发生冲突。目前选罢法的修正草案是有几个版本，主要的争议今仔解播新闻，咱就请苏眉解说，互大家来了解。是主播讲到这选罢法是对年中的原告答，到底是咧完啥？这和这几年来不时咧罢免投票是有牵连，甚至这项人民的权利却是有变相成做政治工具的办事。本地这选罢法是规定讲，这同意罢免的票数是爱比无同意的较侪，而且同意的票数就爱达到总选举人的1/4以上才有算通过。不过国民党团是认为讲，这款标准是伤过低，所以讲今年就提案修法，却是引起争议。这争议主要是分做3个面向，包含是当时会当开始发动罢免、连署人的身份证明，也佫有通过户定到底是要设偌悬。头先，咱就先来看时程这题。这国民党是提案，这就职也未满1年，是袂当甲发动罢免，甚至是连发动罢免的人数都袂使。避免讲，这个人是随就任，就爱随应付罢免的代志。也若是第二，是这过去捌发生造册连署，也是讲伊的名去互借去徛名的事件，所以讲到提案，这罢免的连署是爱交身份证的影印本。这款提案加上这民众党甲赞声，所以讲今年7月时阵是已经交付议托。也若是争议上介大的，就是这通过罢免的条件，国民党是提案通过罢免，毋若是爱看倒一边的票数较侪。嘛爱参考当初是这当选的票数到底是有偌悬，这当知影讲，这个对象敢是真正已经无适合来做这个职务。民众党就批评也若是民进党这边是批评讲，安尼修法是甲这罢免的条件定了伤过悬，等于是伤害百姓权利。
中选会主委李进勇嘛表示，这候选人的人数、当选人的人数，也有投票率拢总无相像，所以讲甲这当选的票数甲总票数摕来做比较，并无合理。除了咱头拄才讲到这几项，调也嘛有一寡声音是认为讲，咱台湾是以这同意票的票数爱超过总选举人的1/4以上才有准算，安尼是伤过低。亲像日本、南韩，也有德国等等的国家，拢是爱超过一半以上才会当算通过。所以讲，这项标准未来嘛有可能会是加做新的争议。所以讲，这调整核定到底是互罢免搁较有公信力，也是讲互这罢免变作是完全无可能完成的代志？这计算是真歹切甲理理。国会公防恐惊是也有通好得甜。以上就是今日的解剖新闻，咱只镜头交转给主播。咱来看美国总统的当选人川普拍选战的时，讲要扣关税，互产业回流美国，加强出口的管制。佮准备要针对中国提出要扣60%的关税哦。咱国的经济部是表示讲，应该会有部分的台湾企业受惠。也毋过，川普就任了后，对咱台湾经济甲贸易会有啥影响？目前是个正歹评估。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将要回归白宫。在选前，伊提出的关税政策，促进产业回流美国，加强出口管制，加速甲中国的战略脱钩。外界有笑，恐惊国再拍关税战，也看重台美贸易未来的走向。外交部次长陈良讲，29立法期进行专栏报告，讲会密切注意川普的经贸人事布局，也讲台美经贸科技对话已经建制化。预期川普政府上任后将延续包括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各式反制措施，以持续维持其领先的地位，并防范中国取得各项新兴关键科技。陈良讲强调，台湾是美国供应链互惠互补的合作伙伴。美国去年也成做台湾对外投资的第一个选项。台湾的企业对美国投资有可能创造当地的就业机会。要拿川普主张单边主义，李伟关心讲，是不是促进台美的 FDA 谈判？在美国振兴制造业的政策目标之下，跟他来做这个双边的对话，能够推动台美之间的贸易协议是有可能，但是要有创意的做法，而且我们要努力来推动。针对着川普拍算对中国全面提出60%的关税，经济部次长陈正奇讲，有一寡台湾的企业将会因为转单效应受到好处，但是可能对台湾的经贸带来更加侪无确定性。也立委问讲，川普所推出的美国制造，那呢，咱护国神山台积电的2奈米先进制程，敢会被提起美国市场？2奈米的生产在台湾2025年就投产，美国2028年投产，而且研发中心在台湾，先进技术会在台湾，并且台积电在台湾的扩厂的速度远高于它在世界扩厂的速度。台湾有1209间上市贵公司去中国投资，以资通讯产业为主。以后面临着美中贸易战的冲击，会第一个受到影响。但政府讲，鼓励台商回流，政府也协助分散市场，转移到新南向国家投资。记者综合报道。来看2021年，香港民主派人士和香港政府指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以国安法起诉。在香港是叫做47人案。昨香港的法院将对45人作出判决。占中的发起人戴耀廷被判10档的有期徒刑，学运的领袖黄之锋是被判4档8个月。在台湾的香港人哦，今仔早起是开记者会来声援。来自香港的在台人士，人伫台湾，身伫香港，发出因对故乡的毋望，替拜二因为违反香港国安法、颠覆国家政权罪名，互人判刑的民主派47人案来声援。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成为一个服务市民的一个香港的立法议员。那可是这种的行为，可是就被无论是中国还是港共政府来说，就是作为一个就是串谋颠覆国家的一个罪名。在台湾的香港人士认为，这个判决是中国独裁的证明，甲支持民主自由的人判有罪。中共一开口就说要消灭台独，要消灭港独，那也是假的，中独就是真的，就是中共的独裁集权统治。
那全都是真的。长时间关心香港问题的律师指出，这届民主派47人案的判刑当中，会当证明中国一国两制是有纪律的。伊认为中国根本就无遵守对香港50年不变的承诺。我身为一个台湾人而言，昨天的判决对台湾所传递的意义是告诉我们，一国两制是彻彻底底的谎言，一国两制根本是个屎，狗屎。中国共产党承诺了所谓一国两制50年不变，算到今天27年，什么都变了。伫台湾的香港人士认为，这届判刑抢走香港人上基本的民主权利。中国2020年制定的香港国安法，打压香港的民主甲法治。咱立委会嘛呼吁香港政府爱停止对政治的打压，赶紧释放关押的民主人士。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来看今仔透早5点外，台北市有公车甲轿车相撞，一个30多岁汽车驾驶经过台北车头，可能是为着要闪一台要驶离开车站的车去弄到另外一台到站的公车，准备要落车的乘客有人绊倒，警方嘛已经抽回要检验讲，看这汽车驾驶敢有食酒还是食毒。公车停伫咧车牌，人客伫咧落车。这个时阵，有一台黑色的车，速度正紧，向向弄过来，佮弄到公车的车尾，过差一点就弄去人行道。听到外面砰很大一声，听到那个救护车的声音，我才跑出去看，那看到就是救护人员过去。公车的钣金互伊弄害去，这台黑车引领挂也拢翘起来，弄击的力量正大，民众拢惊一个。救护车到现场，将这台黑车的驾驶送病去。叶面弄掉伤，卡手切伤，后驾驶阁3个人。向右变换车道至肇事地点时，前车头撞击于公车停靠站内上下乘客之迎大客，后车尾和肇事。车祸发生的所在伫咧车站座台北车站外口，警方初步调查，34岁姓张的驾驶，20透早5点外，驶做行政院头前的地下道，敢若是为着要闪一台公车，电动机弄到另外一台公车。要若是毋是有酒驾加毒驾，也该抽回检查。在下乘客大约10秒左右吧，那就有一台宾士撞到我们的车尾巴，车上乘客大概有7位，那就乘客是有被吓到，就后门下车，刚好被撞的时候，有一位就被撞到跌倒。机运业者讲，代志发生迄当阵，车顶差不多有7位乘客，也接到通知讲有人落车时阵绊倒。经过初步检查了后，目前车的电力系统无问题，初步估计车的损害维修至少要50万，将会要求对方赔。记者综合报道。高雄一个70多岁家己大的妇人人，因为中方申请居家服务员去处理住宅，要求讲要用碱水洗菜，用盐水来洗水果。居服务员甲泡好的碱水放伫边仔，这个妇人人略准讲是盐水，就摕来啉。后来有违规用顶镜头，照顾机构今仔早起嘛有出面回释的，表示讲这个居服务员已经受到处罚，伊嘛会来赔偿医疗的费用。监视画面内底，机务员将白色鸡粉倒入杯仔了后，加自来水放伫台仔顶悬，单方照顾的独居妇人煞当作迄是盐水，直接啉落去。脏器很死到烧坏了，照那个胃镜检查，那个镜子塞不进去了，硬塞进去了。都肿起来了。肿起来了。70几岁的妇人是伫中风了后，透过1966安排居服员，对4月2日开始到厝煮饭。事发伫6月2日，妇人因为啉到碱水，身体无爽快，3天后通知当照机构。7月初甚至住院1礼拜。虽然事后8月时阵，机构甲保险公司捌来讨论赔偿的问题，但双方无共识。盐水去洗水果，碱水去洗蔬菜，之前个案都会先泡好。那一天是刚好没有了，泡好之后是忘记跟这个长辈告知。那装的钢杯的部分，因为长辈以为这个是盐水，才会导致他误喝。机构20回释咧表示，居服员已经记过并停止派案，因为10月才收到个案提供的收据，赔偿搁伫处理当中。但因为袂少家庭拢会用碱水来洗菜叶啊残留的农药，医师嘛提醒啉到碱水的风险。用碱水的话，它 pH 就比较高，就担心说，如果误喝的话，它会造成肠胃道的不适、肠胃道的一些溃疡，然后症状包括恶心、呕吐、肚子痛，这些都可能会产生。民众因为健康状况来申请居家服务，想袂到煞发生照顾的疏失。
高市卫生局表示，会继续关心个案的就医情形，甲机构后续的处理状况。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花莲有民众伫网络抛出一段幼儿园伫校外教学老师正粗鲁幼囡仔的画面，真侪人是看甲真唔感冒，讲这老师应该是失控了。这间幼儿园嘛出面回释咧，表示讲会甲这老师送教育处去调查。这件幼稚园老师敢若情绪失去控制、粗鲁对待囡仔的代志，是发生伫咧19早起。学校安排22岁大班的囡仔到附近的庙参观，因过伫排队时阵，可能囡仔动作较慢，老师情绪失去控制，佫就变大力揪囡仔。很震惊啊，因为我女儿就在这个班上。对，影片中她有拉扯到我女儿，老师后来都有一一打电话来道歉了。民众将规个过程翕起了，放在网络顶，就真侪家长来幼稚园关心，乡长也正生气，要求调查记过。学校开会，甲老师记过，让教育处审查。感到非常的痛心，也觉得说，怎么会有这样子事情发生在我们的乡托幼儿园的方面？那也，所以我也立刻跟乡长来反映那公所也做了立即的处置。园长讲，这个老师已经教7年啊，普通时也正认真，代志发生了，伊正后悔，也家己辞职。家长也拢愿意原谅，给伊机会。当事人呢，也是一一的跟每一位的家长。通联，然后呢，抱歉，然后也希望给他一个机会，也希望给我们幼儿园一个机会，再一次的呢，深深的一鞠躬。花莲县政府这边教育处也会进行这个审查小组的调查，那确认是不是这个案子有关就是涉及不当管教的一个违法事件处理。好佳在规件代志无囡仔受伤，幼稚园强调会对囡仔进行追踪辅导，并且加强老师的情绪控管。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早起，伫立法院有立委是质疑讲，桃园机场第3航厦明年启用，到时阵机场的卡手恐惊会无够，影响到服务品质。另外，华航公布新的制服，外界受媒体的批评，有立委嘛要求讲应该会检讨。交通部长陈世凯带官员到立法院交通委员会进行飞安专题报告。无想到讲官员敢若是业务报告就开50分钟，和在野党立委真不满。有史以来委员会做报告，没有人这么久的，已经用掉我们50分钟。因为立法院正伫咧审查交通部相关预算，有立委讲，同机场顶个月团工有民众8吉里第2航厦维修通道无顺利搬来死亡的事件，即期机场的人力无够，才互民众总入去。也担心明年将要完工启用的第3航厦北龙厅，恐惊也无够人，影响旅客服务品质。再显示一种，第一就是所有人员怠慢，2人力不足所造成。115年它就整体要正式来营运，所以人力的部分其实目前都在规划当中。另外，华航伫最近公布女性空服员扩总计制服。互外界批评色彩甲设计无好看，有损国家的形象。互立委要求爱进行检讨。新的制服裤装以图搜图搜出来的，大概卡通的话会像鲁夫。不好意思，我是说真的，这个以图搜图不是我自己讲。那再一半就是一些赌场的荷官。我们准备要换，下一次要换的时候呢，我们依次再来做一个修正。华航董事长谢世谦讲，这是应用监察院人权委员会调查报告所设计出来扩装。提供合作环境，也那交通部长陈世凯是强调，以后华航的服装会做整体改变，也会找专业的设计师来改善。记者综合报道。核安会早起去立法院报告，因为核安会目前阁无正式的主委，立委是问代理主委张欣敢支持新核能，伊是强调讲核安会是负责安全的管制哦，毋是能源政策的主管机关。最近，行政院长倒用代表态对新核能的态度是非常开放。什么叫做新核能呢？核安会代理主委张欣伫立法院业务报告时阵，互立委问到，讲出定义。进步型的反应器，或者是所谓的小型模组化反应器，或者核融合，都是目前在发展中的核能技术。继续阁互问到是毋是支持新核能呢？张代理主委表示，核安会是管制单位，并不是能源政策的权责单位。毋过，针对核安会对新核能的相关预算编列伤过少，立委嘛提出质疑。明年的预算里面没有任何新核能研究计划
或是你们雄心壮志，明年的总预算3兆，结果关乎我们那么重要的能源，编了1500万。核一厂总算得到水保改善工程的完工证明，展开减除设施的列测试。核安会嘛正式顺利推动当中，会当来个英国核燃料棒为炉心内底的砂菜。热测试有2组要做，那目前第1组的这个运除已经完成了，所以也算是有一个好的开始嘛哦。核一室外减除设施总算有进度，但立委嘛烦恼核一、核二的室内设施的招标已经几6届流标。无袂少立委关心，顶一任主委陈东阳8月中雄时至已经过3个月，阁也无人来接宾。代理主委张欣表示，家己无接到任何电讯，嘛无接到任何通知。记者林美霞记文台北报道。台中有一个45岁姓詹的查甫人，结婚超过20档哦，最近因为胸坎直直无爽快去看医生，伫病院却雄昏倒，阁无心跳。医师诊断讲是心肌梗塞，赶紧抢救，有家人救回来。监视器翕到一个查甫人伫咧胃肠口外口等待看诊，不过所向身体无爽快，转昏去，甚至失去意识，有血压、心跳。边仔民众赶紧通报医护人员，医生嘛赶紧来甲患者急救。进一步检查，才发现是患者的心室细菌，才会造成心跳停起。他的心电图呈现这个致命的心室颤动和心律不整，所以我们总共前后电击了5次，他的终于让他恢复生命征象。但是即使电击回来了，他还是处于一个心因性休克的状态，血压、心跳都还是很不稳定。医生赶紧甲做心导管的检查，发现患者其中一条冠状动脉强要全部脱掉咧，就是人咧讲的心梗塞，就要赶紧动手术将动脉隔啊，甲血管拍通，才有法度把命救回来。医生表示，这个45岁姓詹的查甫人，本身就20年以上结婚的习惯，最近常常感觉胸坎直直，原本也准是抑车酸所引起的，想袂到煞是心血管疾病。这个病人有时候走路会胸闷，可是他有些时候晚上半夜的时候也会胸闷，那么这个就会跟胃食道逆流这样的症状会很容易会混在一起。胃食道逆流也常常会用胸闷来表现，他也许2个都有，可是问题他这一次真正造成致命原因是心脏的原因。医生表示，患者无爽快，有可能是抑车酸，嘛有可能是心梗塞，所以需要长期监测检查才会知影。提醒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就要戒烟、控制血压、血糖甲血油。若是出现胸坎直直的症状，就要赶紧到病院检查。记者台中报道。一寡有心想要成立团体来推动公共事务的青少年哦，因为受到人民团体法有规定讲，爱有30个满18岁的成年人发起的限制，所以今仔日就呼吁讲，人民团体法针对年纪的限制，应该得爱放零。教育用于上课加一寡活泼的知识，这个团体台湾小型教育由全台16到20岁的青年组成，提供弱势教育服务。但是因为人民团体法规定，成立民团至少要有30个18岁以上的成年人发起。因虽然有心要推动公共议题、参与公共事务，却因为这条规定无法度成立协会，受到限制。我们在向企业或者是个别支持者拉赞助的时候，时常就会遇到法人的问题。那因为我们不是社团法人，所以我们就少了非常多合作的机会。因此，即便企业有意愿合作，我们也没有一个管理组织的专户能够管理我们的金流。在过20国际儿童人权日之间，有青年团体参关心青年人权的 NGO。有时代力量陪同召开记者会，会有修改人民团体法的年会规定。我们在儿童权利公约国内法化10周年的时刻，7、8年前的时间，国际无审查委员就已经有提说，他们有关心台湾现在的儿童结社权，是儿童只能加入既定的一些团体，那没有办法自己成立自己的团体，就是儿童的意见必须被迫要跟着成人的方向跟成人的想法去走。民间团体指出，二小无给社权造成只通参加大人成立的组织来发声，无法度家己发声。时代力量也激励政党法开放16岁的国民会当加入政党。人民团体法所限制共缘的青年及社权，真无合理。这寡民团当咧参各大党团沟通，希望修法放令人民团体法的年会规定，上无甲政党法同款，爱放令到16岁。
记者王兴忠台北报道。国际消息来看，乌克兰伫昨头盖使用美国提供的战术飞弹攻击罗西亚，昨嘛是乌俄战争第1000天咯，飞弹是拍到罗西亚的境内，目前无传出伤亡。普京嘛已经对美国发出警告。乌克兰伫战争的第1000天，第一遍使用美国提供的陆军战术飞弹系统 ATACMS。虽然乌克兰无公开说明使用什么款武器，不过政府消息人士甲一位美国官员证实，就是用 ATACMS。俄罗斯讲，俄军甲射向布扬斯克军事设施6粒飞弹内面，其中5粒射落，有1粒飞弹的碎片去攻着设施，引起大火，不过已经拍花。乌克兰讲，这边攻击射到俄国境内差不多110公里的一个军火库，引起2遍爆炸。有一位美国官员讲，俄罗斯甲乌克兰发射的8粒飞弹内面，其中2粒炸落。这边攻击的目标是弹药补给点。Especially this day, they presented nuclear weapon strategy. Why? They didn't present peace strategy. 第这间俄罗斯总统普京暂时决定扩大莫斯科使用核武的理由，这么人伫巴西参加 G20 峰会俄国外长，叫美国就要把这项决定的内容看好清楚。We will be taking this as a qualitatively new phase of the Western war against Russia. And we'll react accordingly. Конечно, сигнал о том, что они хотят эскалацию. Без американцев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эти ракеты высокотехнологичные, Путин об этом многократно говорил, невозможно. 任期就要改版的美国总统拜登，这礼拜批准乌克兰使用 ATACMS。在过去，莫斯科一直警告西方国家，若是和乌克兰使用美国制造的武器，将会看作是战争升级，等于是华府直接参加俄冲突。乌克兰即马1/5的领土伫咧莫斯科的手内，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将会重新返来白宫，互人正怀疑当时这项支持是毋是当继续。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佮继续公布落个名单哦，其中还引起外界注意的是，捌做过移民局长的霍曼。另外，川普嘛证实讲未来会来执行赶走非法移民的计划，嘛会先把这个计划送予国会审查。针对这2年来美国2大政党争论未散的非法移民的问题，共和党伫当时替参众两院倒数了后，川普进前公开宣布，要宣告全国紧急状态，各动用移民局等联邦执法单位配合各州警方大规模处理非法移民，各将因赶出境，必要时阵也会动用联邦军队，包含伫陆地协助执法单位，加为海上防止偷渡客等等。NBC 新闻网的报道指出，先赶走对象包含非法入境的中国籍108人。事实上，川普伫顶一摆总统任期内底，都将这项计划列为重点。My plan expedites relief for legitimate asylum seekers by screening out the meritless claims. If you have a proper claim, you will quickly be admitted. If you don't, you will promptly be returned home. And if for some reason, possibly political, we can't get the Democrats to approve this merit-based high security plan, then we will get it approve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when we take back the House, keep the Senate, and of course, hold the presidency. 我伫川普顶届总统任期代理移民局局长的霍曼伫非法移民问题顶悬，甲川普共款是做鹰派，也是川普重回白宫了后，被提名负责边境安全的最高指挥官竞选。另外一个得到川普介意的是前任威斯康辛州众议员达菲。伊被提名做运输部长，达菲为2010年到2018年连任各界众议员。卸任了后，转去电视圈发展，主持福斯电视台的财经节目。达菲对川普严管非法移民的政策是正赞成，也伫众议投票支持相关的立法。伊是为国防部长被提名前赫格塞斯了后，搁一个可能接过的福斯新闻网的主持人。公司新闻徐家珍编译。巴西伫2002年爆发大选的争议，过当当的有过有民众占领国会案件，目前是搁在侦办。昨巴西政府是宣布讲，因搁掠到5个涉案人员，包括前总统波索纳洛一个幕僚，甲4阿兵哥，搁有警察。罪名是包括涉嫌暗杀当时特别就任总统的卢拉。
2024年的 G20 国防会将伫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第4个元首巴西总统卢拉亲自主持。就伫场内日日伫讨论气候变迁等议题时阵，场外除了抗议活动，搞清外围维持安全的环境，其中有4个人被逮捕讯问，理由是因涉及2022年12月15。企图暗杀迄当阵的总统当选人卢拉等政府高层。Se isso se confirmar de que planejou o assassinato de presidente eleito, vice-presidente eleito e ministro do Supremo, isso é coisa de bandido que tem que ser preso no rigor da lei. 同时被逮捕的也有前总统波索纳罗的就业幕僚。第一次发生是伫2022年10月巴西大选，左派前总统卢拉想要以1.8%差距。拍败想要连任的右派总统波索纳罗，右派支持者质疑选举无公平，要求重新举行大选。伫过当年1月初8，民众占领国会大楼等所在，想要阻止卢拉宣誓就职，掩过互警方强势驱散。尾下巴西检警单位就开始调查，认定连任失败的波索纳罗伫咧幕后策动政变。2023年2月逮捕波索纳罗的4位亲信，并且扣留波索纳罗的护照。袂出敢若甲伊软禁共款。外电报道讲，伫咧调查时阵，也阁发现波索纳罗的支持者已经拟定暗杀正副总统卢拉等政府高层的计划，所以伫咧召开G20峰会期间，继续逮捕涉案的人员，其中4位军警也是伫咧执行保安任务的时阵被羁押。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再来看印度的首都新德里，昨空气污染是非常的严重，首都所有学校拢改伫厝里线顶上课哦。这嘛已经是最近的头一届咯。当地官员就表示讲，过去5冬哦，空气污染的问题是愈来愈严重。印度上有名的古迹之一泰姬玛哈陵19同款是规个大墓，北方邦空气的品质犹原是真歹，尤其首都新德里，根据中央污染控制局，德里的24点钟空气的品质指数 AQI 平均值是488，风值是491，首都至少有5个监测站的通报数达到500。中央污染控制局甲超过401是定义做严重，表示讲对人体健康有风险，尤其是对身体已经有病的患者会造成严重的影响。अंधेरा हो जाता है चलने फिरने से बहुत दिक्कत आते हैं。真侪百姓去闻到垃圾空气，有的直直扫，有的袂喘气，还有人目睭搁疼搁痒。29岁有新的妇女将烦恼讲，囡仔出生的时阵，闻到的拢是垃圾有毒的空气。कि आगे बेबी मतलब ये सब होएगा तो कैसे होगा बट जो हमारे डॉक्टर है उन्होंने हमें 当局持续采取应应措施，譬如讲，北方邦国家首都区所有学校都改线上课。这波空气污染上开始发生的时阵，真侪状况真严重的地区，空气品质是比世卫建议的安全标准高出超过50倍。伫迄当中，专家都警告讲，这有毒的空气恐惊是袂散甲这么紧。और जो स्मॉग की चादर है इसे तोड़ने के लिए क्लाउड सीडिंग को अलाउ किया जाए。专家呼吁政府必须采取更较有效的办法，对种做田人为了种地，伫凊彩烧稻草的状况，虽然讲烧稻草的案件连续5年拢降，但是德里的空气品质同款是起得到危险的水准。学者认为讲，当局用卫星来追踪，有可能会漏枸杞，或一寡烧稻草的案件根本就无互通报到。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英国伫2017年，因为有少女模仿影片行地路，英国社会就开始讨论讲，中小孩囡仔敢要禁止使用手机咧。也毋过各界甲政党哦看法拢无啥共，也毋过有一寡家长甲学校就限制未成年的囡仔使用手机。有囡仔家己就讲哦，无法度用手机啊，伊甲时间哦用伫甲亲戚朋友做伙，嘛是真趣味。青少年到底几岁才有家己的手机较好？英国金融时报伫最近委托的调查发现，有3成的成年人认为，囡仔满11到12岁，差不多是台湾读高中的年纪，才能有家己的手机啊。另外有28%的人讲，13到14岁才会使。根据英国政府的通讯管理局2024年4月调查显示，全国5岁到7岁囡仔内面，有要到1/4有家己的手机啊。伫即款囡仔内面，有真侪会定定使用抖音或者是发射 APP 等软体，完全拢无顾上计年龄13岁限制。不过就算是已经满13岁，若过度使用手机的囡仔，也会有心理方面的问题。Let's say for example I watch a video the next day I wouldn't remember it
it's like fast food for the brain, you know. It just goes in your brain and like it doesn't have any use. 玛利亚因为父母的鼓励，就去参加当地一个青少年俱乐部，在实体世界内面交朋友，看会出伊改变真多。She was very withdrawal, stay in the house and stay on the phone, not wanted to go out and meet friends. So she had that anxiety to make friends. But now it's different. She gets excited to meet new people. 真侪研究已经证实，手机若用过头，会出现包括忧郁、焦虑，甚至是食物件有障碍。不过要安怎解决，大家看法无同。譬如讲，之前保守党政府就主张，应该由当事人或者是家长家己来判断。因为共党是认为要由国会来立法，限制青少年使用手机啊，所以有一寡学校规矩家己修改校规，严格规定学生伫咧上课的时阵，手机啊袂使摕出用。In the past, if you stood on the pavement, you'd see boy after boy arriving, even in a group, looking at their phones, almost internally on their own, even though they might be walking with their friends. Now they're talking to one another, they're aware of the area that they're walking in. 因为学生囡仔是安怎想？ I've started to like take in like the world more, and I've started to enjoy things that I didn't really used to enjoy. I take more advantage of what I'm actually being taught instead of like looking forward to being on my phones. 不过有的学校唔是完全禁止学生揸手機來學校，只是要求因伫咧上課時陣袂用用手機看影片，或者是做其他嘅代志。伫政府甲國會也無做出決定之前，怎麼學生囡仔、學校一個家長，大家攏是看書辦書。公司新聞徐嘉玲編輯。過來消息過來看婚禮嘅洗禮啟動。詳細導婚原因，佫需要調查。記者綜合報道。過來看新北市有一個55歲姓曾嘅查甫人，大早日去宜蘭古道林道爬山失蹤哦。因為這幾天落雨，天氣閣真涼冷哦，是讓人真煩惱。找3天咯，今仔早起總算找到人，人是平安無代誌哦，伊嘅親戚朋友攏真歡喜。消防人員甲胸口受傷姓曾的男性拔地軟橋，準備用人力的方式送落山。因為來自新北的姓曾的男性甲山友佇宜蘭大東鄉含溪川古老拿道爬山，而且為着找手機脫隊失蹤，互山友甲家屬真着急。加在經過3天的搜救，20傳出好消息。因為他被偷撿，手機可能是要保平安啦，然後就可能就後來就失聯了，對，然後他找不到他，然後所以他現在心情還不錯，這樣對，就喜極而泣啊！家屬聽到姓曾的男性呼救到，心內較輕鬆，真感謝消防人員甲真濟山友的協助。家屬講，姓曾的男性真正爬山，腳力無問題，應該是因為落雨真骨真淡，加上為着找手機啊，才會跋落去山腳。應該是一個古線，就是一個古線，就是沿溪谷，可是是沒有水的。姓曾的男性是伫溪谷互吹到，消防人員推測講，離原本的拿道山路大約有200公尺懸架坎。消防人員表示，搜救的時一直找到姓曾的男性，伊的行李甲物品，本來是真驚姓曾的男性會失溫，袂堪抵暗暝的低溫，加在是有經過來。昨天在沒有眼鏡的狀態下，跟沒有保暖衣物狀態下，還可以在今天早上被尋獲的時候狀態是良好，那是非常的不容易。因為山上的這幾天是非常的濕冷，一直在下雨的狀態。不熟的地方不熟的話，就會有那個安全上的顧慮啊。如果是像我們平常熟的話，我們就 OK 啊。這並不是古老拿道第一個發生意外，在地船長提起講，古老拿道有真濟山溝，而且山路的草瓦攏烏白發，攏是樹瓦。路是真無明顯，爬風險真懸，建議民眾去的時盡量是做伙行，莫脫隊，避免閣發生類似的意外。記者綜合報道。來看台東的成功掠真濟白烏虎，過去8成攏是外銷歐美哦，也毋過這幾檔訂單是減少真濟。今年掠到1200外檔，漁民是真煩惱講無路通銷會敗市。漁會哦，佮家這個白烏虎加工做魚片，希望講民眾捧場。
成功镇新港渔港是国内龟头岛出产的主要渔港之一。渔会统计，今年到今已经掠到1200多公吨的龟头岛，比去年增加。因为过去外销欧美上行的时期，1公斤拍卖价会当卖到120块左右。不过，即马外销的订单减少，计销报到剩60到70块，出现卖不出去的情形。有关机关就呼吁爱拍开国内的通路，避免计销一直半。整个通路能够在国内行销，不要一直靠着外销。 到时候会像那个凤梨世家一样啊！新港区的渔会即马就利用冷冻的技术，把龟头岛洗好切片，真空冷冻，行销到全国各地，提供产业业者甲民众买回去解冻了后，就当做上各种料理，食到上新的龟头岛。家庭主妇呢不一定，因为上下班不方便，不一定到市场去买菜，所以说可以到超市，然后我们有冰鲜冷冻，方便带回家就可以马上来料理的一个产品。 新港区的渔会表示，个人也当透过渔会网页来注文送到厝，帮助渔民解决龟头岛卖不出去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抓风车剧团到全台湾368乡镇巡演的计划，今年已经是第18档了。这届第3轮的巡演是以永寿启航做主题哦，将伫台北两厅的广场来首演，再来去嘉义的义德来演出。抓风车去地方来演出，大部分都是靠乡亲佮企业募款来促成的。山丘啊，你看看你，你就是这样浪费食物。 这些食物才会生气变大啦！冷静，冷静。大同仔红菜头加无共的菜色是真侪囡仔无介意食的。透过戏剧，互囡仔了解珍惜食物的概念。抓风车368艺术工程第3轮永续启航的巡回演出，头场11月3日要伫嘉义的义德搬演。 嘉义县长表示，这是抓风车剧团第4届，搁再去到义德，当地乡亲企业掠到3共捐钱募款来筹备，用这份心意表达支持。我也帮忙出一下5000，好不好？我也帮忙出一下1万，好不好？所以艺竹会基本上是一个虚拟的，是一个纸风车的在艺竹乡的表演，慢慢形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不算组织，但是算是一个默契。 抓风车文化基金会执行长也表示，368艺术工程是完全靠民间的力量才会当行到这。今年是第18档，希望未来会使透过一群人做伙完成一件代志，这款精神继续让台湾各地囡仔拢会使看到抓风车的演出，了解在地故事甲永续议题。永续这个概念吼，讲实在，其实是足长的。 我来笑讲，上简单讲，咱来管一个垃圾分类，咱来10档的时间。所以我讲永续这个概念是爱长久，所以我用伫个戏内底，我加一寡永续的概念。抓风车剧团表示，未来第3轮演出会结合每一个县市的在地故事，加入永续发展的概念，希望透过戏剧，把这议题探到台湾的每一个所在，豆豆啊，互永续的精神发展出来。记者张家琪、夏桂玲台北报道。 台湾的地动风台真侪哦，内政部防灾署培训认证制度，甲民众急救避难救援的相关知识。中华关防灾协会是表示讲，因今年家己总钱来开课，互民众免费来参加，就是希望讲咱台湾的防灾师数量会当个增加。听老师的指导，学安怎实施 CPR 替受伤的人指挥。教室内底拢是来参加防灾师培训的民众。 台湾地动风太济，万不利拄到灾害，应变救灾能力就真重要。921地动，我嘛是受害者。透过这2天的训练，我相信后日后搁拄到同款的地动，我一定会当去现场支援。以前啊，拄着这种情形哦，心卡依旧，因为我拢袂晓的，所以我嘛唔敢去做 CPR。 所以即马会晓了后，阮就较有迄把握。内政部2018年开始推出防灾师培训的认证制度，上课教民众急救、避难、救援这相关知识。承办课程的中华关防灾协会表示，为社区一般民众落去培训防灾师，真正发生灾害的时，唔来使救家己，佮会当协助政府防灾。灾害来的时阵啊，有足侪所在可能政府还未到的时阵，即一寡人会聚集伫咧遮，阮会希望讲，遮个人会使去做一个安置啊、收容的这个动作。你若是学过这个防灾师的时阵，你会使协助这个政府来做这款代志安尼。
统计到今年11月，全台湾拢总有33000多位的防灾师。中华县防灾协会今年家己总钱办课程，互民众免费参加培训，希望增加台湾防灾师的人数，和救灾能量会当拖到每一个市。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高雄蛤蟆新铁道园区打造全台湾上大的户外铁纪录的博物馆，文化局嘛推出一台观光列车蛤蟆新号，对11月30日开始，逐礼拜的拜六礼拜互游客当坐火车来踅园区。台糖火车半暝伫高雄车路出现，灯光照到车厢成点点油彩是真显白。高雄市筹备超过1冬的时间，伫蛤蟆新铁道园区打造全台上大的户外铁纪录博物馆。目前有29节火车厢翻新了后，放伫临港线的铁纪录顶，呈现高雄市100年铁纪录发展的回忆。这个车站以前就叫做高雄港站，所以它这种产业或者是货运的性格是非常的强烈的，所以我们打造的主题就是一个货物为出发点的概念。这台8年前建设嘉南台准时买的火车，原地停伫后备糖厂。这摆高雄市100年生日，文化局专工向台糖借来展示，现场除了有老火车通看，主办单位嘛甲一台柴油火车重新征收，成做一台无车顶的观光列车。还有另外3台柴油自强号嘛改做餐厅，写袂少铁道迷专工来高雄看火车。真感动，因为较早的人真正无简单啊！你看恁这人个电气化有无？较早拢爱烧炭啦，啥物是安尼。8年前的高雄港车头是台湾甲世界连接的起点，透过无共世代的火车展示，希望互民众了解台湾火车路的发展，卖使了解高雄城市100年来的产业转变历史。记者胡家勇高雄采访报道。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2度。中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6度。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8度。东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6度。外岛地区上低16度，上悬23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